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也》，我是吴希勇。平常我们讲到环境，可能会面到通车物的生态啊，也算我们生活的环境啊、空气啊的。其实呢，建筑无论是我们私人的住家啊，也算共享建筑啊、商业建筑也的，其实呢是我们环境最重要的一部分哦。啊，我们今日有请到的来宾呢，如果喊得最先提讲头前吼，我们要有请到伊咱们难得到伊做的几多事情，唔过几点错。今日呢，有请伊来到现场同我们分享。我们有请到的是建筑师、韩国设计家、美系艺术家的李春生先生。李先生好，大家好，各位电视机的朋友、前面的朋友，大家好，李春生哈请多多指教，谢谢。非常荣幸有请到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吼。头到我们6年前打最久哦，我们发现到屏东几多建筑相关的，也算共享艺术相关，如何唔做的呢？啊，我们可能平常器材的食材经过冇发现到哦。啊，我地道吼，其实係20年前，拍有8、9年前呢，如何嘅从此那个天仙墩啊。天宝厝啊，当个有个彩绘花布，侬会有安尼个想法，本也个沙起边啊，按无同样诶。那个想法是安尼啦，可能在部落看到图腾，去客家，我嘛个看到，只是一些建筑上的特色，客家的服装，冇看到来往的个特色，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啊，都必须用图腾色块去加深一个印象。所以比起电线杆、农会前面市场，把它变成一个客家的图腾。之后再表演，慢慢的，都有人穿个客家服装出来表演，慢慢。把一个民族特色把它强化到也可以让人穿客家服出来，比较有人客家的特色的。不过一开始睇安尼做的时间，因为按多年前，睇个看到按贴拍按无共用，一下都接受的哈。慢慢会接受。一开始我有人唔接受哈。也可以接受像你啦。在过程当中，电线杆就有人会贴广告嘛，一些桐花的颜色就有跟那个双面胶带是有一点平庸，一擦开来，又不会产生脏乱，又跟它融合，慢慢这是维护一个社区的重点，没讲嘛给讲维护干净，大家愿意下来服务。为这个社区感到骄傲，这样呢。老师做几多沙期工作，我们等下是得过来讲吼。我们对年头开始好，如果李先生侬会接触到建筑的呢？我好搞好嘅都建筑嘛。建筑我看到一个做的事情，就我都是个建筑师事务所服务。你的单调的工作，我都不习惯那去参加一些国际大奖啊、设计协会都到亲友嘅有实力的国际知名人士，伏羲啦像嘅我们嘅早期的建筑师朱恒伟先生嘅。周志坚，那个是全国很有名的，跟李祖原姚仁喜同样的一个知名度然后教我们如何去踏上国际的关键，都可以建筑，它涵盖什么？医学没有艺术、哲理的易经这些哲学。都得涵盖在里面。例如讲我们防止那个角落没有弄好，产生湿度啦，就会有一些过敏性鼻炎肺部的问题这都跟空气、阳光、水有关系啦。
哎呀，然后再到大自然中的环境、树木，这个都有关系。后来现在的部分乃是从事生态建筑，来加倍了哈，从事现在给生态建筑的工作啊。万岁侬会对建筑有兴趣的咯？与生俱来，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嘛，对吧？你万岁画画图，对。古早路上也跟迄有关呢，有关如意图嘅。系啊。老师，你们做过都会雕塑呢，哈？雕塑本来建筑就是一个雕塑嘛，好，雕塑又跟对的老师哈，跟像花莲徐礼县那些石雕家帮我们引进门然后自己在努力然后在国际参展有得到一些奖励啦那我们就可以再踏一步往前走这样然后发表的部分就是一个地方的人文特色从给恒春的陈达、落山风恒春那年到 Okinawa 就是南米亚搜索的泪光闪闪这一首音乐恒春有陈达为什么没有巨象然后因为经过那个台电的委托辐射侦测站的松杯那年做一个雕塑他们同意也王昌龄王队长就是很同意也可以做反下去执行然后就在恒春各地区就做一些所谓的人文特色会有特色的部分是落山风进恒春就有一个东北季风的每年的9月到4月嘛有风在吹，因为我们看到这种迹象的东西雕塑的东西，那种才会有感动性这样。跟陈大路乡亲许多恒春我看到跟1:1的1:1，跟 size 是1:1的。你讲他做的时间，你讲请难题嘛给谱。那个他只有2张照片一个是山准走唱，一个是许长卫跟他做录音。都没有照片捏了1年了。还有。捏了1年慢慢看，听他的声音感动，他的歌曲。所以挺有意思的。相片都会给平面听听的我用来提种做立体的。这1年去除了讲去做这个功课，如迄陈达音乐去用的个，韩国用来去上工用来去做这个形的出来那个雕塑东西都按你了可以马上捏好，可是传承就是很难。像给世界罗丹按你的雕塑，你看来内心会产生出一种感动。这种感动不是用言语跟图案可以形容它是一个感情的传达。那一天雅给落成之后很感人很多人掉眼泪我觉得那就是传承。太甲屯讲嘛个，你的亲戚就当场拿个乐琴当场弹奏，眼泪就不太。他说这传承。刚一听过有成就感冇啦，可以做适度按你嘛，做好都好的啦。做了就花开了就算了。接受下一个挑战。对。给落山风咩迄睇恒春呢？车城国小前面。给形那边蛮一批拍到。给马青给挺有意思因为每年会碰到台风，象神台风它就吹不动，因为你的基础啦，或者是你的钢材要非常的厚实。白铁就要大概2公分到3公分的那种大钢材。制作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刚他做的时间怕录一天有上到然后做落山风一片录风过太不是二过菜呢。刚我去测试想讲然后用来做椅那会八方吹不动有酸啦，那本身就是有建筑底子所以它的基础都非常的大。就算做到按你也行呢。而且也有悬背式的一个雕塑。
悬臂是大概5公尺、4公尺安胎一种悬臂，你的风一吹啊，当然是会它的那个抗压受风面积又可大，哦，故说做嘅时间我也有压力冇想讲。哎呦，马个事情都冇压力，系啊，做嚟都好嘅啦。都見唔做到按度嘅，有馬嘅唔感覺佢滿意嘅作品。滿意嘅都，有一件屏東和生路跟建國路嘅雕塑，進屏東那個是區運的紀念雕塑。其實2件都一樣，還有一件是歸巢那一件也比較特別，那一件本來法國普羅旺斯要城市交流，還有南北美術館都有典藏之力嘛，那就講還是放在恆春風的故鄉現在放在大坪國小前面那一件特別，它是紅銅，然後就是貼24K 金箔，目前阿尼耶用紅銅作為鋼雕是確實成本很高哎呀，還是放在恆春，我想是風的故鄉，歸它的巢嘛。你做得講一下個概念冇？個歸巢的形呢，怎麼去拍呢？這意思阿尼就是它是一個力道力學它是一個就是人振奮提起精神努力就是它是缺了一個翅膀。想把它提起來那種力道，2件作品都是跟大自然的動物跟人體的肌肉有關係其實雕塑是阿尼嘛，就是你會跟解剖學啦、跟肌肉學都是要符合，然後再觀察動物的運動現象、獵食現象，還有個人的肌肉運動的部分的肌腱它面臨什麼，就前面那個頭前系那個雕塑，它是起跑，它涵蓋的部分就是起跑，又有像謙虛鞠躬你面對了高雄或者是北上的，那我們就有一種謙虛的一個含義在那裡。經常做真蠻多嘅作品咯，除咗咱講到幾件嚟啊，亦還有做幾道呢，係同共享建築有關呢。我哋了一下聽過多種嚟參考欣賞。分享到進來福喜樂業嘅現場，我哋今日要請到嘅來賓係建築設計師、韓國藝術家李春盛先生。多先生同我哋分享嘅一個雕塑如喺屏東。韓國喺屏東有幾多共享建築，其實咪係唔來設計嘅呢係有嘅係日本嘅媒體路行來採訪像從此嘅係咪？佢係重慶國小係咪？唔記作為乜嘅設計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冇？重慶國小是一個100年建築了學校的需要跟變更之後發掘留下的東西，記錄歷史的東西確實當時也給朱生斌校長來跟我就提起我們做馬給剛有找到一個2公斤次郎，那時也是他們日據時代學搞的等相當於孔子的一個尊像就討論之後就用秦耕雨讀客家風來結合也給作品2公斤次郎也給雕塑昆蜀蜀是也是大學中庸底部一家興則一國興，一家亡則一國亡它非常有意思有旁邊還有客家牛上面有公雞，就是雞鳴就是早點起床你也起事背着木材就是一種很勤快而且又讀書的親厚的一個想法一個具象你對做一個設計由吳鳳娟女士的捐贈很快速就是把它結合起來日本的
读卖新闻的寻根的空斗在日本也发很大的回响媒体出来之后，给第一任的校长来寻根，看到雅父亲的照片，嚎啕大哭，很感动。后来也做很多联系给以前那个战争嘛，那个宿舍被空袭之后给后搞的老师某宿舍和黑人那个校长让他住了1个月，一个老师找他60年，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又联系到了下年。结果伊在建筑设计牵的安嘅吼，所以人嘅感情又牵起了安尼。然后给怕一开始没办法上到的哦。姻缘一个姻缘，这个寻根还有都係後面還有一個幼稚園，我們有提呢，設計。幼稚園是平農幼兒園，平農商工也給老校長蔡江來，還有都是世交了所以會比較相信年輕校長蔡文顯因為同學秘書就是非常的相信，才有做一個很細膩的工作。底部的工作我是用給屏東的特色叫阿猴城把小朋友的作品排列邏輯然後做一些圖像清醒哭的都是下課後大家都要磨瓷磚了因為怕他割傷嘛都讓你完成，然後日本派了3團姐妹校過來，我說你不摸都做太細工了。你講嘅 U 的地方睇哪呀？踢奶還有牆面有一些鋼雕之類的都還有很多細節的部分做的也蠻可愛的啦，那是你剛才用嚟去想講，我會做安尼嘅設計，屯新人嚟嘅人哋嘅創意咩表現來。所以的設計唔係講安尼用嚟去發揮特色第一個就是它的人文，第二個就是持久性嘛，第三個它在一個地區性會不會產生一個影響？一年所要求的東西當然是國際化的東西下面，沒矮人還是一個小角色而已做工的人。時常佢只有我哋唔前留洋嘅時節啦，又講唔做咁多東西呢，又講冇啦，我哋做工嘅啦。做工的人，難怪唔好接觸媒體採訪。冇啦，冇啦，乜嘅事情都聽懂人做，唔係矮只是一個小角色而已啦。你意思係一個東西愛歸導人？係啊，沒重要角色，只是說一個點畫成一個面，當時的決策性，讓人把一些需要跟大家討論用這些很重要的部分結果它也角色上比較重要結果都是大家的功勞啦。都在做一道看作品他算唔清楚的其實馬可生存之道啦，沒工做作品求生存當中堅持一點不是什麼大作品就是你習慣就是1-2年，就是你留下一些大的作品認真當然平時的做些都你你把它認真做，它自然就會留下來了，留下深刻印象。你睇做嘅一啲作品嘅時間有乜嘅堅持？都係頭先上冇留洋嘅時間有透露，將佢做嘅雕塑也得比人呢嘅花錢還夠少經費更少，可是他就還是會推做起來。你冇賺很多錢咩？咁唔堅持乜嘅部分？堅持是你啦，賺太錢嘛賺啦嗰個嘢都好嘅。嗰個你的錢都你啦，比如說一件可能要500-600萬的你就大概100萬或者是
可以过得去就好了，所以太太跟妈讲，再不然就喝西北风了，对呀，过得去就好了啦，因为你只要你在编列经费，或者是你就请人家做，那当然经费就会高。你很多事情自己捏，钢材自己弄，当然会比较便宜啊，当然是你。但最重要的是那件事情的完成，会不会留下深刻印象？会不会影响将来人的一种思维？因为唐迄轮5年呢，书费大家几多呢？都係對物質唔係按充實係咪？我對家庭生活會比較在意啦，家庭生活是我們的基本動力嘛，客家都按客家語當然，我太太就會把家庭照顧好，因為像我這種人也事情特別多，也不特別複雜要處理，所以她必須把家庭看好，把小孩子教好，這是最重要的，這樣。你對物質生活冇按充實？有興趣在哲學方面嘛，看一些古書啦、閱讀啦，做生存運動啦，文相道啦，這些都是我們在高壓力下如何去解析的一個方法啦，是這樣。你喺設計嘅時間，咁有讀到過人客戶嘅要求、客戶的要求，你覺得這個我沒有辦法。只要是客戶都 OK 啦，我們都能吞下來。壓力不在我的字典裡面嘛。真嘅哦。對啊，因為這本來就是溝通本來有很多逆風一定的有些他認為怎麼樣都無所謂啦，因為這些都是磨練，都是成長，這些只要他們能夠諒解，只要你的作品做好做。他們慢慢就會理解，因為人家不會看你的價格種種的，人家是看說，你的作品好不好？這比較重要。還有老師業務範圍很廣啊，係咪以前幾久以前還開過嘛個屏東的體驗，鋼琴有鋼琴伴奏的洗船堂，係咪？一共是開4家啦，一直不相信他會失敗嘛，結果對還是收場嘛當然，我嘅屏東有33年前呢，第一間餐廳360度，後來改浪漫醫生嘛，因為很多人在那邊談戀愛對啊。浪漫醫生也有影響。有影響之前當然那一間是最早期的後現代主義作品裡面也有畫畫展示間，也有繪畫，也有素描也有鋼琴演奏，然後。都用5顆星飯店來訓練整個餐飲流程是很精密的一個。西點高雄那一間也是，廚師都也是從日本請過來一個理想啦咖啡機150幾萬也買下去啦對，最早期這是一種，其實也是在這個業務上會比較辛苦，就想說。是不是透透氣能夠賺一點錢呢？結果發覺那個個性又不一樣了，還是要把它做好。然後在那邊也都有我哥哥經營會比較辛苦啦。很多人啦，很多跟季先生他們，不是當獨資啦，就好多你也想法把它在屏東的餐飲的水準跟國外能夠連線這是我的想法啦。都係個理想會有理想，很有理想性，這樣就不會賺錢啦。很難賺錢，一定夠用啦，一定夠用，但是絕對是不會說冇可能賺太錢啦。maybe 都爽呀，被利益了。又修行的人，哪有可能就是財富大把又要去修行，不可能嘛？一定是很辛苦的。充實的價值啦，一切都是淡淡的啦，沒啦，我沒做錯什麼事，只是留下也沒什麼功德啦，就是留下一個深刻印象而已啦。經常佢徛喎，伊唔但想做人，看到伊做嘅幾多屎尿泡，伊還去做幾多沙期工作哦，人嚟了一下聽過繼續來請教伊。
分享到阵来福起来嘅现场，头多人呢有讲到有几多屏东嘅共同建筑啊、私人嘅建筑啊，也算雕塑有真蛮多，如系李春生先生嘅作品哦。唔但止呢，唔还做沙器工作呢，好，你的业务范围真的很广。尤其是原住民部落嘅沙器工作吼，唔同会同原住民部落嘅人呢咯。那个社区大学派我到部落去，有个因缘机会，就碰上了，碰上了又一个因缘，那个原住民第一所儿童图书馆，就是文教协会，也帮他成立，不是成立了，就是有个建筑，对，设计结果反应非常好，那就形成一个气候。那又派我到部落去，嘉木部落，又碰到8·8风灾之前，就服务了到现在差不多18年了。18年了，底部个农营家，也就帮他们义诊嘛，帮他们做一些运动啦，这些，然后很重要的就是生态，一种沟通，让他们不乱砍伐，让他们把原生种植物能够护育，然后我们就是召集捐赠了大概10000把棵原生种植物，就陪他们把它种上去。农营加工也个树种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他们都很感动，是这样，就是拿个水树木来换水的平地河嘛，那些概念，而不做任何的生态破坏，这种教育，最后提那个嘉木教会平地教会就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束了，不要说结束了，还有在联络了那也被部落收了，变成义子就是等于是族人了，等于是族人，嗰种有族名，来族名就树啦，就是很多只手的意思，卢凯语，卢凯语就是树啦，树啦。对，很多手的意思，然后表示可以做过多事情，很感动，在部落学习很多你那个真诚，你那感性这是我们有时候平地上比较少看见的，而且是深入接触，不是一般，所以死亡、结婚，我们都看到很真诚的一面。你讲头下去喺社区大学派你去，嗰种有睇沙期太好服务系咪？14年前吧，早期是建筑美术嘛，后来觉得应该设立别种的，因为也到了一个年纪了嘛，就开始设立一些医学的，不是医学就是比较预防医学的生存运动，发觉也不错。那一个因缘机会也碰到了，国际知名的像云门舞集的总教练，还有张良伟老师他是也给奥运西班牙朱木炎那一届的教练他是在身心灵方面他是蛮深的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老师就因为这样，早期我们也是从武术上打上来的嘛，推手啦、太极拳啦都不错，但是我发觉你的空某攻击性呢，完全是在有医学论点呢、资料可循呢、生成运动才设立这样的一个课程。因为一个课程之后，在社区大学就发起了7级导演的课程，到现在，小学啦、监狱啦、社区据点啦，有各个老师那年没搞嘛给教他们成为老师去社区服务，然后每一个点都非常的，就那个目前都还有在开课嘛，就是社区大学部分，像平北社大最强的像黄博义老师蔡金茂老师这些郑香都在柜台拍片过就他们也都发展得不错，各自独立担任很重要的一个重大的工作而且很不容易，他们都上年纪了还教得这么好，身体
也这么硬朗哈，而不会我们的老年社会就不会看到马给退休，我马给退休啊，休就是老嘛，所以我们也在朝这一方面努力，所以在每年40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去学习如何防老啊，防老不是也可以防老，你要去涂马给涂预防医学啊。读营养啊，读肌腱啊，人体的作用啊，读古典文学里面的呼吸啦、静坐啦，这些涵盖蛮多的，永远都是学不完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把它运用到社会上，也是蛮不错的。古说一开始你如何囤沙体太好天数来储批，按你的课场筹备这样的课，我发起这个，然后去跟台北张老师他们连贯就是同意把一个著作权的部分交给我们，那他们也都很愿意支持，现在还在连线。一开始如何去到沙体他要拍影去到演出名铺咯，没有来推广安尼。古说头下还会推广健康安尼有关呢。是我因为就是除了建筑之外、设计之外。那人毕竟平台都过去了嘛，那个都会网络出来，流行也会过去啊，对不对？那个平台抹就抹了，人在寻找第二个能够让下一次生命能够有意义的工作啊，当然是就会寻找到所谓健康，健康也执行了将近20年了哈，那也觉得。这是将来的工作了，古种亚哈还会过加批演出名铺咯哈，都有联系，都没有断你讲刚哈去收获很多，就是可能很多感受上的，或者是跟原住民的学习，你做的都讲一些嘛，不很好，提几篇好多嘛给感受多嘛给。就好多原住民的嘛给呢，因为他们的死亡是绝对的，跟平地是不一样的。他们守孝，有的要守1年，现在比较大概3个月了还要除孝，他们对死亡的尊重，他们一般都是土葬，他们发生一件重大事情死亡是所有的人都要放下工作，马上到鬼都铺路去。对呀，当然现在比较少，只是说一般我在的时候都是这样，然后。守丧期间都是要1个礼拜、2个礼拜，大家都去慰问，每天安博要一筹去关怀。结婚也是一样，结婚没讲你要不是吃吃喝1个礼拜，要去拜访给你的所有的亲戚，要去做一下，要去聊一下，因为让全族人认同你的婚姻是被族人所认同是阿尼而且他们的对婚姻的慎重然后在办婚宴的时候都是盛装就是也很感动去到部落做社区工作，对你的人生观也都有乜嘅影响做社区工作是阿尼啦就是能够让自己走过的路就其实你听清楚，你做某个事情你清楚不需要一些掌声那些掌声是不重要的，因为汤多好的都你汤多唔好的都不是糖你做故意都好的，这是做社区的一个工作当然做社区一些亲难的部分都是杂音嘛有一些派系啦，种种的都有两年只要默默的你去做就两年村庄你就默默的捡垃圾嘛拆广告纸嘛修树嘛，大家都在做所以按你来讲就其实很多事因为你清楚，所以别人也会清楚，所以这是一个个性你对后生个性如何安呢？系咪？感觉就喜欢宁静嘛，喜欢家里喜欢家里
就少交际应酬啦，喜欢宁静，都安尼。古说更加生活的重心系嘛个？其实因为本职工作都按你的工作嘛，就到年纪大的时候，其实呢，有时候还早，还年轻啊，未来还有很多愿景。可是你的体力上不如从前嘛，啊，你该教的事业你就全部就清掉，就来儿子他们就接手，女儿接手啊，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啊，我也相信他们也会做也给社会工作，那是一定的啦，但是那是他们的需要啊，他们的社会的需要，他们也会步上我的后尘啊。但是这个当然最后的工作也会看老天爷给我什么方向，那我就走什么方向。将来所做的工作也比较喜欢有对地方上有特色影响一个地方的，因为现在台湾世界之最了嘛，台湾这么好啊，可是生活品味的延伸，网络的进来，其实年轻人下一代欠缺什么？未来是什么？这是很大的一个课程啊。那我可以协助的，现在大概都跟像内埔国小啊一些学校做一些服务了一些小小的服务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存盛先生来同我们分享，感谢。谢谢各位，谢谢观众。